尋日咧就係立法會選舉啦。我身為一個選民，當年有去參加投票啦。咁投票結果咧就恭喜晒所有當選嘅議員啦。咁其中有一個咧議員咧就方國珊，佢咧就連續參選咗6屆做立法會選舉議員，今屆咧就終於成功入圍啦。咁從呢個故事反映一樣嘢咧，做事如果你肯堅持落去，一定會有成功嘅機會。調返轉頭，好似我哋做生意人，生意遇到好多困難問題要解決，主要你哋肯唔放棄，不斷去嘗試，不斷去學習，終於有一日你嘅生意都會成功。失敗原因只不過係一個放棄嘅藉口。任何生意都係辛苦，任何工作都係有困難。只要你不斷去學習，不斷去嘗試，所有嘢都會有成功一日。方國珊就係用咗一個好好例子，用咗20幾年參選立法會議員，最後亦都獲得市民嘅認可。所以我勸大家做生意朋友一定要繼續堅持落去，OK？